始敬拜神之前，我们一起起立去找5个人，跟他说：愿你今天充满喜乐，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找5个人，跟他们说：愿你今天充满喜乐，充满喜乐。 好，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保持你的微笑哦，要露出牙齿哦。好，再跟左右边的、前面、后面的笑一下，露出你的牙齿。1，好 ，OK， 那我们就是在用一个喜乐、有盼望的心来唱这首敬拜歌，好不好？一起来拍手。 同声起赞美。
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配得我们颂赞的。因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使我们有平安，来到圣殿中敬拜歌颂你，也能来到圣殿中聆听你仆人的话语，教导我们当行的路。父神，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诚心诚意祈求父你赦免我们的罪，在知罪的或在不自知的罪上，圣灵都来指教我们，能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走在合神心意里，能有柔和、谦卑、顺服、受教的心，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能够一生都蒙福，有能力、有智慧、有谋略，胜过一切的难处。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不是靠人，乃是靠我主耶稣，才得施展大能，胜过一切的难处，方能得胜。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报告，翻开周报第4页，周报第4页。依本会消息，本主日为总会所定退休牧传奉献主日，欢迎林耀明长老前来本会讲道，请安及募款。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参与在进城退休牧者的关怀与照顾。2. 本会发送2020年六仓教会月历，敬请兄姐以家为单位，每户1份，在教会办公室签名领取。3. 本会定于本主日及下周主日12月15日下午3点到6点，于教会副堂举办幸福特会，敬请服侍同工下午2点，贝斯的3点准时参加。4. 2020年每日研经释义，本主日起开始订购，费用400，一年4本，原价480及520元，1年4本大字版，原价600。请于12月底前向陈佩芬干事购买并缴费，请小组长协助组员统一订购，谢谢。5. 本会今年圣诞节活动如下：1. 12月22日星期日上午2场礼拜举行圣诞赞美礼拜。2. 12月22日星期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礼拜，欲接受洗礼坚信你小儿洗礼者，请于12月19日星期四前向办公室报名。未参加幸福小组者，请参加12月15日星期日下午8点的小会问道会。3. 12月22日星期日下午6点，在敬拜中心举行圣诞晚会，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慕道朋友参加。2. 肢体消息：1. 商讯1小点，本会领会其师母令尊礼敬执事于12月1日星期日下午5点45分，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于12月6日星期五上午9点于自宅举行完告别礼拜。2. 本会于正义弟兄12月1日星期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将定于12月14日星期六上午7点甲自宅举行纳棺，上午8点15分在市立宾馆举行火化礼拜，下午1点在教会主堂举行告别礼拜，下午3点半于自家墓园举行安葬礼拜，敬请相助会会员缴交相助会费。以上愿主安慰遗嘱，敬请兄姐为遗嘱代祷。2. 12月29日星期六，12月28日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4点半举办小天使相见欢活动，地点在
教会互当敬请参与的老师、助教、小天使出席参加，也请兄姐为得胜者事工继续守望代祷。3、互助社消息，敬请社员配合12月27日前完成12月份补金存款及偿还贷款，以利年终结算。3、交接消息，请陈牧师。好，12月18日晚上7点到9点半，我们高雄的基督教福音联盟协会有在武昌教会举办城市的联合祷告会，那有特别邀请韩国的金炳山牧师要来带领这一场的培灵会祷告会，敬请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我们周三的祷告会会暂停一次，弟兄姊妹可以自行前往或是登记福音车来参加，但是额满为止。以上。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亚里新闻大家平安。连日来的阴冷可能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乌云要散去，看到美丽的太阳出来的时候，今天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是一个神救恩的日子哈。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一种太阳的这个温暖哈。有时候夏天很讨厌太阳，可是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呢就显得特别的棒哈。它出来的时候呢，不但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变好，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好。我们心情变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就会因着天气而来改变。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要聆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跟成为我们的帮助。诗篇13篇5节这样写的说：“我要依靠你的慈爱，因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阿们。我们的心要因着神的救恩快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句话属灵的话语这样写说：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哈，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那因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得救，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的名，我们除去所有的这个惧怕，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让我们的爱彼此在一起。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次拍手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来，今天我来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参与我们聚会哈。首先从美国来的2位弟兄跟姐妹哈。张世福弟兄跟刘秋燕姐妹在哪个地方？你们从美国回来哈？好，请问是谁在？好，我们欢迎，拍手欢迎他来，好，2位哈 ，OK， 来，接下来是这个叶玉谦哈，还有黄池蕊哈，你们先起立一下来，好，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大家看一下哈，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导播也把镜头弄过去哈，这个要叫我舅舅哈，侄子哈，那是我的堂姐哈，我的堂姐也是我们右昌教会出身的哈，我的堂姐跟堂姐夫也在这边来，堂姐跟堂姐夫，请你们起立哈，请你们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堂姐跟姐夫你们请坐。那我要介绍这个玉谦跟慈蕊呢，他们在12月28号要在我们教会举行这个结婚典礼哈。你看他们坐在一起哈，所以他们在12月28号要在我们教会举行结婚典礼，我们也为这对新人来祝福。好，请坐。接下来我要介绍今天的讲员，我们男子教会出身的林耀明长老在我们当中。今天是那个退休牧传奉献主日，林长老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今天前面呢有一群呢这个总会国外宣教师哈，我们大人小孩人数庞大众多哈，我们要不要请陈牧师大概介绍我们这一群总会回来国外的宣教师？感谢上帝哈，我们教会今天很有福气因为从总会来了很多的贵宾特别是从国外来台湾的宣教师，有的刚来不久，有的已经来了几十年拿到我们台湾的身份证像我们的Caris 店里淡水伫咱总会服务足久伊台语讲了真好今日咱这场是讲国语第一场是讲台语啦咱有从
韩国来的、日本来的、印度来的泰国来的，因为很多地方哈。那我们特别，我先介绍那个总会的普世干事哈，我们普世中心的干事哈，连正祥牧师哈。伊甲迄个新静哈，咱拢捌伊哈，伊是甲伊是同学，台省的同学哈。他台大关系毕业，所以他英文很好哈，可以做整个我们国际关系哈。他的秘书叫婉柔哈，也是英文很好哈，他们都在总会里面哈。那我们总会的英文秘书是最好的，就是 Caris 哈 ，Caris 哈，我们给他拍掌哈 ，Caris 同学。伊是为了威尔斯哈来的哈，还有从加拿大来的哈，迪勒路易斯在淡江中学哈，他专门在研究这个在整理马街的日记哈，他们在淡江中学做很多重要的事情哈，因为从英国来的宣教师、加拿大的宣教师对我们这里很有大的贡献哈。其他我们是不是全部起立让大家拍掌一下哈？我们从日本来，我们请他们起立，我们热烈的拍手一下，欢迎他们参与我们的聚会啊！那你们就不用做了哈，你们就先不要做，先不要做哈，先不要做哈。好，刚刚有站立起来的，刚刚有邀请你站立起来的，麻烦从你的位置上再站立一下哈。好，从美国回来的那个2位姐妹，还有堂姐夫，还有玉谦、池蕊。好，我们来唱欢迎歌，欢迎他们。你买一个。耶！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我们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再次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我们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来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期待欢迎，希望欢迎，一次 welcome， 永远 welcome， 又唱教会欢迎你，我们的热烈掌声欢迎今天的来宾，掌声加万物，今天我们的聚会呢，加一加可能比我们国家的邦交国还要多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是联合国的这个聚会也看到这个弟兄姐妹，无论在天涯海角，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呢，就能够聚集在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这个时刻，我们要起请安问候，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爱使我们，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爱使我们相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请安问候，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神的赐福临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常常借着主的爱，我们能够享受在他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主成我们的依靠，能够有主成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赐福的来源。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跟弟兄姐妹请安的时候，不要忘记你那亲切的笑容，不要忘记你那温柔的笑容，因为上帝的爱不断的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爱使我。让我们一起高声唱来，让我们一起高，我们一起手牵手，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爱使我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手。
面的手很冷，给他握紧一点。啊，跟他讲，你的脚吧，请后修，因为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国度里，你是耶稣的爱子，你是耶稣，因为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爱我也爱你，爱你，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你，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让神的爱不断的赐福在我们的里面，临到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中。好，请坐。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坐下来我特别要那个戴牧师跟师母因为师母的爸爸12月1号门主恩召，那已经在礼拜五举行告别礼拜因为时间他们弟兄姊妹在不同地方，所以比较早，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但是感谢上帝教会圣歌队长子弟兄姊妹有很多去参加所以请他们也跟大家一鞠躬，感谢大家的关怀带导谢谢大家好 ，OK。今天续行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新约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赞美，请教会圣歌队。
讲道，请林耀明长老。今天林长老所带来的讯息是轻省的担子，轻省的担子。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在12月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季节，我们领受从神来的爱，我们要分享他的爱给更多的人。那我们总会在12月就是有退休的牧师、传道师的奉献主日，就是让我们为这些过去在教会的合场服侍的退休的牧者，能够感受到很多人对他们的爱。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感谢主，我们今天特别也有国外的宣教师在我们当中，他们也为了福音的缘故，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我们台湾，和我们一起来传扬主的福音。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感谢他们，要爱他们，分享主的爱在我们可以分享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谢谢我们总会特别差派林耀明长老他是我们传福会的副执行长他最知道所以今天他分享的信息必定会给我们很大的造就，也感动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感谢主。谢谢牧师给我很大的压力。敬爱的佑昌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因为退休牧师、传教士的这个主日，让我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佑昌教会。你们如果有人还记得，其实我年初来一次，年初来一次，年底来一次，也算是有头有尾。但是我本来不是我啦，但是找到我的时候，其实有点惶恐，因为我们不是牧师，一年要来2次，是真的有压力的。那很感谢上帝，我喜欢佑昌教会。长老还记得我是男子教会出身，我在国光念书，所以其实我跟你们是在一起的。但是我特别爱的不是地理上的原因，而是佑昌教会，感谢主，它是一个有爱心而且爱的有温度的教会。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上帝。我去过很多教会，其实佑昌教会就是有几个这样子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自己敬拜的地方。那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很感动，愿意再来跟我一起敬拜的地方。As well, welcome our guests from foreign nations to gather together. We can worship together. Even I'm the guest of this church as well. Let's pray. 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当中我们可能还怀抱着重担，可能我们的心有忧伤，可能我们还在彷徨，但是我们愿意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听您的话，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主你感动我们，我们再一次得到力量，让我们真的是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感谢，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是轻省的担子我们有挑过担子吗？对，我也觉得没有。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挑过担子，因为现在我们有车子。那在我比较年轻，我还差点教主日学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要挑担子，我试过，那真的是很困难，因为那个担子会把肩膀弄得很痛。我是属于那个手不能提，手无缚鸡之力的，因为我太太也叫许美姬，所以手无缚鸡之力。那担子其实不只是有形，其实我们的担子很多是无形的。但是什么样的担子是重担呢？对我来讲，可能30公斤可能是重担，可是
对一些人来讲，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100斤的稻子他可以扛着跑。听说在人很急的时候，肾上腺素的时候，他在火灾或是地震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柜子很重的柜子也可以扛着跑。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这样子的时候。但是什么会是我们的重担？其实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是人的恩赐是不一样，有人领受的是5000，有的人领受的是2000，有的人领受可能是12000，就像上次我分享的一样。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分析重担的产生，大概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担子重不重？它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能力。能力好的人可以承担多一点，力气大的人可以挑重一点。所以能力是决定担子重不重的一个原因。可是不管您能力好能力不好，他其实都会有重担，那是为什么？因为能力好的人他要承担更多的事情。有的努力的人，他不见得是能力够的，在什么时候呢？譬如说他升迁了，他接了新的职务，有人从执事，他换了当长老的职位；有的人从科长变成了经理，他在新的角色里面，在不熟悉的领域里面，其实他的能力是要被训练的。所以在这个部分、这个因素上面，其实 training 训练是可以帮助我们把能力增加的。第二个是意愿 willing， 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困难的事对我们来讲，它是可以被完成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纵使它其实很简单，但是它也没有完成。中国人讲说，无心信其可行，虽移山倒海之难，也如反掌折枝之易。所以很困难的事，只要我愿意去做，其实它是可以被完成的。但是你如果觉得它不可能，这个事情就此就决定了它不会被完成。所以意愿其实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这个意愿的障碍来自于哪里？可能是心理的因素，可能是他情绪上过不去，可能是他的成见。所以在教会也是一样，在事业机关也是一样，很多人他明明是有能力的，可是他沮丧，可是他裹足不前。所以我们要给他鼓励在人事里面 HR 里面，这个叫做 counseling， 你要去 coach 他，你要去教练去协助他，牧师要去牧养他，我们要去关心他，到底他的障碍是在哪里？是不是能够走出这样子的阴霾，走出这样子的限制？这就是意愿的问题。所以在人事管理里面，意愿跟能力它会成为坐标能力好、意愿高的那就是 superstar， 那就是我们要好好发挥、正在发挥的人。意愿有能力不够的，就是要去训练他。那如果是能力有意愿不高的，我们可能就是要跟他好好的谈，去 coach 他。那如果意愿不好、能力不好，在公司里面就谢谢，不用再联络了，好不好？好，但是除了能力跟意愿之外，现在还有第3个因素，就是你的选择。其实生命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担子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来的。当然有一些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是在你的选择底下来发生的。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叫做 Festinger，a sociologist from American Festinger. He has a rule called Festinger Rule， 这叫费斯汀格法则。他讲的很简单，他说，其实生命里面自然发生在你身上的大概只有10%，那其他的90% 是起因于你对这个10% 的回应。你怎么去回应它？那这样讲，可能我们听得很用力可是了解得很模糊。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的例子，可能我们在网络上也看过，叫做卡斯汀的手表。有一个上班族，他叫卡斯汀，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手表，我很喜欢秀我这个手表。这手表很贵，是我小舅子送我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卡斯汀就会想到我的手表，我要把它放好。
卡斯汀他去上班的时候下来在洗脸，把手表放在你洗脸盆旁边。他太太看到说：“哇，这个掉了怎么办？”就把它拿到餐桌去。结果他儿子起床，一脸轻松，然后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他就伸手要去抓食物的时候，就一拨，手表掉在地上，啪，摔坏了。卡斯汀一出来，哈，我的手表，我心爱的手表摔坏了。二话不说，小孩抓起来，屁股就猛打个10几下，然后气还没消，转头骂他太太：“你怎么那么鸡婆啊？”鸡婆是国语吗？那我明明放在那边，你干嘛帮我把它拿到这边来？他说：“我怕你泡到水会进水，我这是防水的。”我非常生气，气到早餐也没有吃，钥匙拿着开着车就到公司去了。就生气了，非常生气。到了公司之后才发现公司包没有拿。开车回家，哇，小孩去上学了，太太去上班了，赶快打电话给太太，口气也不是很好。回来开门，我没有钥匙，我东西没有拿。他说：“哇，先生在生气呢，赶快跟这个老板请了1小时的假，然后要跑回家，结果经过水果摊，不小心撞到人家这个苹果、橘子滚得满地。这个老板抓他，不行，你不能走，我的水果这样子摔坏了，你要赔钱。”他赶快掏了500块，就这样子解决，赶快回家开了门。卡斯汀拿了公司包，再到公司的时候，发现老板站在门口：“你又迟到。”我没有又迟到，我今天才迟到。所以老板老是觉得，只要你犯一个错，他觉得你一直在犯这个错。真没有当老板的。那一天，卡斯汀的心情非常的不好，因为他心爱的手表坏了，他又迟到，又被老板骂，整个跟同事也处不来，事情也处理不好，是非常糟糕的一天。他的儿子今天是学校棒球比赛的冠军赛，他是其中最有望得的那一班，他又是主打，可是因为心情不好，莫名其妙被打了屁股那么多下，他只有挥3下就被3振了，所以他们班也输了，所以他们本来冠军之梦也没有了。太太为了要赶快回家，她请了1小时的假，这个月的全勤没有了，还要花500块去赔这个水果摊的钱。如果我们把时间滚回来，难道这个事件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吗？ Is it the first? Is this the only possibility of this event? 你这个选择难道是转回来？当卡斯汀看到哇，我的手表摔坏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跪下来主啊，不是这样子，他是深呼吸。我们真的要学会深呼吸，深呼吸有益健康，可以维持婚姻的关系更长久。深呼吸，然后就跟他的儿子说：“你很粗心，这个是不应该，这是爸爸心爱的手表，我会拿去修理，我们1人1半，我出1半，另外1半扣你的零用钱。”好，然后跟太太说：“没关系，摔坏就摔坏了。”如果故事是这样子演的，后面那一些悲惨是不是就可以被避免掉了？所以我们的重担除了能力、除了意愿之外，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掌握在哪里？在我们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面的选择。好，我们回来看我们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很简单，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只有3节而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当然不是说躺在盒子里面那个叫安息，是心没有办法得到休息。有的人是没办法下班，有的人是下班之后还没办法得到休息。我以前在美国的电脑公司，我已经出差，我已经跟太太去那一趟是去新加坡，我还打电话回来问我们的助理说：“哎，有没有什么事？”当我打第2次的时候，被老板抢过去电话，他说：“不准再打回来，你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休息是现代人一个很重要的修为。
不是你的 physical， 不是只有身体休息，其实你的心有没有办法得到休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心灵的平静。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重点是什么？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这个地方的劳苦担重担，其实是在讲法利赛人把摩西的律法搞得非常的复杂，为了提升法利赛人的价值，所以我说这没赛，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我的价值就很大了，因为我可以去指责你，我可以去匡正你。所以主耶稣很不喜欢这样子的部分，其实太多的束缚。我们要在安息日得安息，但是不是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是，除了去守律法、守上帝的这个期待，就是期待之外，守诫命之外，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会劳苦的部分。劳苦的人，上帝耶稣说：“我可以让你得到安息。”他的反面告诉我们什么？你如果没有劳苦，你到上帝面前也不会得到安息，因为你根本没有累。只有那个认真工作，在服事上对自己的生命认真的人，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会得到安息。我一直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有点风险。你们如果吃披萨、吃炸鸡会喝什么？你们是算比较正常的。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居然跟我说什么，我忘了，喝豆浆吗？我忘记了。真的，你吃了披萨、吃了炸鸡之后，你会觉得喝了可乐就是好像快到天堂的感觉。Another kind of the paradise， 到天堂的感觉。但是如果那个可乐没有冰，然后你又不渴，你可以喝看嘛呀？它是感冒药，它会洗你的胃肠。这个例子不知道恰不恰当。当你真正疲劳、非常的困乏，在神的事工上的时候，不要忘记回到神的面前。他说：“你可以得到安息。”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有几个 key word， 有个重要的字：柔和谦卑，然后要负我的恶，重要是学我的样式。你们有看过牛轭吗？小朋友现在没有在听。那个牛的轭，你们有看过吗？你们知道牛的轭是用什么做的吗？木头啊？谁说？跟我看的相像。台湾的竹子很多，所以牛的轭是台湾是用竹子做的。然后必须慢慢火烤，然后让它能够适合牛的这个肩膀，让它能够在肩膀上来产生力量，这个就是轭。那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的土地其实是比较多石头的，他们的土很浅，所以他们需要2头牛一起来耕，不像我们的田是水田比较肥沃，在台湾其实是很少看到有2头牛同负一个轭的，因为那个轭要做2只牛的样子。那在巴勒斯坦，他们就是用木头做的。据说主耶稣他是木匠，他也很会做这个牛的轭。那在这里是，当我们自己去摸索的时候，人在未知的环境里面产生的是一种恐惧 ，even panic， 他会惊慌。所以在新的领域里面，你要自己去摸索的时候，你要花的是双倍的时间。但是主耶稣跟他说：“你跟我一起走。”我们负同样的恶，肩并肩 ，shoulder by shoulder， 我们一起走，往同样的目标。他做给我们看，我们只要跟着学。所以我们在讲耶稣的门徒，这个门徒其实是亚兰文，亚兰文它比较类似我们中国话的这个学徒，而不是学生。学徒跟学生差在哪里？就生跟徒嘛。学生就是排坐，听老师讲，有听了有没有进不知道，听了有没有走掉也不晓得。但是学徒不一样，台湾人学徒要做多久？3年4个月嘛，普通的是安尼嘛，较困难的、较戆的嘛，做较久安嘛。吃头家就爱洗倒款就是学徒是要帮师傅做所有的杂事，然后他会教给你技术。有些师傅不太
就是自私，他还不会把真正的技术教给你。然后你在切菜的时候还要偷看那个师傅有没有放什么特殊的特异功能的东西进汤里面，所以在切的时候，哎呀，又加肉了。所以学徒其实是实做的。主耶稣要我们的不是只有听，而是真的是 practice， 你要把它做出来，实践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29节的地方要来学我的样式，一起走。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看到台语去了，柔和谦卑。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提升了，其实现在我们的能力其实都很好，我们的自信心其实也都相对好，但是有时候过犹不及。我们太看重自己，我们太相信自己，我们太自我了。你如果是学一个新的东西，你很骄傲，你觉得你很棒了，你还能够学新的东西吗？就像一个瓶子已经满了，你可以装入新的东西吗？除非你倒空自己，你才能够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柔和谦卑是一个很重要，就像主耶稣他也是谦卑在天父的面前，虽然要走上十字架的苦路，他都愿意。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何以谦卑的心来跟随主耶稣，来学他的样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大声，他用弥迦书讲行公义好怜悯，对不对？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上帝的公义，我看起来比较像是他的公义。不要忘了要谦卑与上帝同行。其实谦卑是有能力的人必须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29节这个地方，柔和谦卑，要负上帝的恶，要有担当，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与你同行。第30节，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容易在希腊文里面是亲切体贴的。我的恶是容易的，我若把它做得很合适，它会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这个地方是讲牛的恶，其实新的里面，我非常喜欢一个工具，就是那个钢铁人那一件衣服，不晓得有没有得卖，我那很厉害，飞天也正得个也喷飞弹，它会飞天钻地，还有可以射，那坏人马上就打死。我那天不小心在家很无聊，因为我们家的电视是不动产，很少打开，因为小孩在念书，那天就我一个人在家，我把它打开，看到钢铁人呢，那个阿拉伯人正在欺压别人的时候，他有抓了3个人质，他居然可以很准确的打到那3个人，然后人质没事，太厉害了。神给我们家的恶在我们身上是容易的，它是体贴，是需要，是符合我们的需要的。我们不要去求上帝，不要让我们担当太重的担子，只求上帝让我们有足够去担当我们担子的能力。我们可以在神的应许里面来成就更多的事情，丰富 enrich our life， 可以去丰富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做了更多的事情。你也可以在家里守着电视，守着它，守一辈子，那也是你生命的选择。但是你也可以担当很大的担子，到处去走，为神做很多的事。就像我们很多的宣教士从国外来，就像我们有宣教士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牧师我们的长子弟兄姐妹，像我现在服务的平安基金会里面的社福办公室，我们现在有7、8个社福机构，其实它不是我们总会去统一成立的，而是我们的牧师跟长老在那个时段、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地方，看到一群弱势的人需要帮忙，他们秉持着信仰的良心去协助他们、去帮助他们，而成立了这些机构。所以重担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帮助，我们可以在神那边得到力量，来成就更美好的事工。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在今天牧师、传道师的主日里面，我要提醒各位，其实还有一群人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我经常提到我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是第1代的信徒，是男子教会的一个长老。我爷爷是他的部下，所以他就要他来做礼拜，他就乖乖做礼拜，后来就信主了。那太太也来信主。
可是我那个优秀又帅气的爷爷，上帝很喜欢他，听说还没30岁就走了，所以我的奶奶守寡40几年，带着2个小孩，在台湾最辛苦的年日里面，她真的是劳苦担重担，但是主耶稣给她帮忙。我上一场我也分享说，我的信仰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于阿嬷。可是有一天，当我要考大学的时候，我阿嬷跟我讲了一句让我从椅子上跌下来的话。她说：“我们要爱牧师。”哦，这个我知道啊，这从小就讲要爱牧师啊，对啊，要爱牧师，因为牧师真的很辛苦啊，要爱牧师。然后我阿嬷如果有杀鸡啊，就会先切个鸡腿什么给牧师，或者是卤东西，有时候也会拿去给牧师。但是下一句比较重要，你们做好。他说不要去当牧师，因为我是长子长孙，他一辈子这样子的辛苦，对不对？他舍不得他的孙子去当牧师，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在还没进传福会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平安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们牧师这一些基金有没有问题？我是在外面在咨询的人，现在后来就找我进去当董事之后，我们开始去了解基金的操作。其实我们是在帮助牧师。其实牧师很辛苦，我阿嬷只讲一句话：一个人对见人，他是一个人要面对非常不一样的许多人。其实他面对的问题是不一而足的。今天如果每个人喜欢你，你是好人吗？我跟你讲，那叫相怨啊，不可能你的作为让所有人满意，这就是牧师生活的写照。传福会这一次董事会的会期，我们做了很大的退让，在牧师的保险上面，牧师的耗损率是很高的，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耗损很高。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的团体保险将近1000万，每年都不到10月就用完了。我们已经用到没有保险公司愿意帮我们保了。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牧师，可能牧师不是全能，他只是蒙召，为神来服侍。重点是我们怎么跟他成为团队。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牧师，带着我们牧养我们往前来走。我们很多的这些牧者传道，他们一辈子的奉献，当他年老的时候，其实越是专注在工作里面，他不会去理财。我在台中中会财务，我当中会会计的时候，我才发现有1半以上的牧师是月光族。对不起，在座的牧师，可能不是你们哈，对啊，因为他们就是谢礼之外，他生活所需，他没有说要为未来自己来做太多的打算。如果你们的牧师是天天看股票、好好理财来赚钱，你们觉得这样好吗？其实我们有这样的牧师，就是我们总会负责投资的牧师也是，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牧师这么懂财经的，也有这样的恩赐的牧师。但是我们大部分牧会的牧师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传福会在1993年成立这个福利基金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有经历一个非常伤心的例子，就是我们有马偕医院在台北，然后有一天有一个老妇人，然后被这个佛教的慈善会把她送来，她已经病得很严重了，然后很虚弱，她是无依无靠，就一个人的独居的老人。那我们的同工有去慰问她，就说老太太你好不好啊？那我们来唱诗歌好不好？这诗歌可能不好唱，那我先唱一次，你再唱。她说我是牧师，我是牧师。我的天啊，他不但是牧师，还是长老会的退休牧师，因为他没有结婚，女传一个人，居然教会不知道他的困苦，居然教会不知道，还需要让佛教的慈善会送到我们的医院来，震惊了我们整个总会。开始我们来检讨整个退休牧者的安养跟整体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醒的一个点。但是我们这么多的牧师，其实要做一个安养基金是不容易的。我们1年会有2个月的是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基金。当然，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上帝要人背的十字架大小只也都不一样。但是今天特别在这样子的主日里面来呼吁，其实我们有很多爱主的牧长，特别退休牧长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
除了中会的关心之外，如果他有跟我们一起聚会，其实他的起居我们也都会关心。那我们因为牧师用得很省，所以我们也没有过去的牧者很多，像我们以前我们创会的牧师，我们每个1年3节我们会去拜访他，了解他，关心他，因为他活到90几岁，所以我印象很深，我们关心很多年。好，所以其实牧者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在生理、心灵跟财务上，我们都会做。那长老教会在台湾很愿意让我们的牧者能够在他们在职的时候，能够没有太大的额外负担去宣扬、去牧养、去实现神所交托他的任务。当他退休的时候，他也能够安养天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共同的努力。那单单总会来处理，还是希望有更多唤起更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那把这个事情也放在我们整个生活里面的一个重心。那希望透过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我们的退休传道牧者，其实我们当时在算的时候是抓到80岁。可是现在我们的退休牧者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平均年龄一直在增加，所以我们的基金其实是不太够的。所以另外还有一些碰到急难的这些牧师，所以今天我们的袋子里面有2个一个就是为了整个退传的主日奉献，另外一个是爱慕基金。爱慕基金就是特别为了在生活上困顿，有特别发生意外的牧者家庭或者是牧者本身，我们也碰过很苦难的状况我们这个才是用这个特别的基金。那平常的安养跟退休金的部分，我们也希望牧者在他退休的年岁里面，不会因为财务来碰到困难。轻省的担子我们是可以得到的。当我们的生命得到力量，当我们的担子能够去担当的时候，我们也花一点精神来关心我们的退休的牧师跟传道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承受恩典的，我们不再为我们的生活担忧，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努力的时候，只要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息，因为你是这样子承诺我们的。在人生主你所赏赐的岁月里面，我们愿意尽力，求主一直能够在我们身边帮助、扶持、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生命能够活出活活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当中的牧者，特别是退休的牧师、传道师，他们的日子、他们的生活，来摆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保守他们在年老的岁月里面，依然有神的爱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的付出也能够得到主你的悦纳跟保守。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谢谢耀明长老我们平安基金会的副执行长今天跟我们传讲的这个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担，你的重担、我的重担都不一样，感受不一样，我们能够承担的重担也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靠自己。当我们能够学主的样式，能够我们的担成为主的担，我们的担子成为主的担子，我们就必定容易，就必定轻省今天是退休的牧师、传道师的主日，也特别提到说，过去这些在教会牧会的，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关心他们。好像提摩太的书说的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但是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呢，更当如此。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回应之后，我们要奉献。现在的退休的牧师，过去退休之后，
我们总会夫妇有给1万块的安养金，但是后来减到8000，减到7000，明年降到6000，好像在台湾也是年金都是降啊。但是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更多爱牧者的弟兄姊妹，愿意借着我们的祷告奉献，也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请敬拜团。我们站很久了，我们起立来唱了。他不仅让我们从压制得自由，捆绑的释放，我们重担交在他手中，他为我们担负。罪的重担是最担负不起的，他为我们担负了。各位，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我不晓得你的重担是什么，信仰有带给你重担吗？还是你的生活有重担，你的心灵有重担？主说：“你写我的样式，使你的担成为我的担子，你的恶成为我的恶，就变成容易，变成轻省。”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再次向神求。我谢谢主担我的重担，使我有能力也能够去分担别人的重担，特别那一些需要我们分担的、需要我们爱的，我们更愿意去分担、去爱。好，我们开口为自己，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去爱人、去分担人苦难，能够分享上帝的祝福给人的，我们开口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谢谢你能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帮助，让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主啊，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主啊，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恶是容易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不依靠自己，来到你面前，我要更谦卑，我们要学你的样式，我们愿意依靠你，我们要把各样的事情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向你赞美，向你感谢。主啊，我们就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就领受你的祝福，我们就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以至于我们更能够成为一个去祝福别人的人，去爱别人的人。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许多时候要安息在你里面，许多时候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你，我们一切的重担卸给你。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能够学你的样式，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主啊，让我们每一次在你的圣殿敬拜的时候得到安息，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能够被差派出去，我们能够去爱你所要爱的人。主啊，我们去传扬你要我们传扬的救恩的福音，你要我们去爱那些需要被爱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特别让我们这个主日，我们有机会爱那一些劳苦传道的人，借着我们微薄的奉献，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力量，也鼓励更多的人愿意能够献身被神使用。主，谢谢你，求你也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各位请坐。奉献，请执事进前来收奉献。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特别为了退休的牧传奉献的奉献袋，你有感动，你有负担，我相信无论多少，上帝必定悦纳，成为祝福。我们请执事来收奉献。感谢上帝，我们佑昌教会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也把恩典分享出去，神的恩典就更丰富的领导我们。我们去爱，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去爱，越爱，爱越丰富。我们越去分享恩典，恩典越多。感谢上帝我们从教会离开，我们教会的牧师退休的主任牧师，我们过去每一年圣诞节，我们都会给一个圣诞的礼金来祝贺他，因为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纪念他们我们爱慕者，上帝也必定爱我们。
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奉献诗。天上的父神，以你的慈爱和恩典时时伴随着我们，我们才有丰盛的恩典，一生都愿意紧紧地跟随你。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有喜乐，领受极大的丰丰富富。我们将为国的心意甘心乐意的献上，求你悦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差遣。请陈牧师。你们可以平安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赐人意外平安的上帝，必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有更美好富裕的生命，使你们有更大挑起担子的能力，以至于你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能够荣神益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